南投縣信義鄉西那巴蘭國小的合唱團，明仔載要到日本參加合唱比賽。比賽前，學校邀請大家來聽這陣布農族的囡仔唱歌，同時為因加油鼓勵。準備出國比賽，囡仔逐工攏佇練習，希望用因的歌聲，讓世界看到咱台灣，嘛聽到布農族囡仔優美的歌聲。到日本比賽，有一首歌要清唱，我們平時在學校訓練學生也唱一些布農的族曲，也都是讓學生先用清唱的方式，這很快的就是可以進入狀況。這邊的合唱比賽有規定一首歌愛親唱，無伴奏，要比的就是純正的歌聲。首先對這題攏真有自信。有很多的這個善心人士跟着我們基金會一起捐贈。為着鼓勵囡仔，公益團體特別送旅行箱、鞋仔等等裝備，希望減輕家長負擔，嘛讓囡仔專心準備，互因佇咧日本東京比賽有好成績。